好，呢度係博客欄目同 AS 傾下偈，我係 Season， 喺我對面係見證廣州30多年變化嘅嚟自香港嘅大灣區哥哥 AS。每個星期我會喺廣州舊城中心用15到30分鐘嘅時間同 AS 傾下偈。AS 早晨，早晨，Season。係咁呢一期我想同你傾下高考，因為呢排呢就係高考成績出嚟，然後啲小朋友喺度年青人喺度填志願嘅時候，同學們喺度填志願嘅時候，咁我想先同你分享下我當年高考。我當年高考呢就係機緣巧合，因為我唔想離開我嗰啲太叻嘅好朋友，所以我就擦咗邊鋒，喺高二嘅時候就揀咗我要讀藝術學院。咁因此呢，我又可以同佢哋一齊喺廣州大學城度一齊成長。咁呢個係我嗰陣時揀高考呢條路嘅一個少少嘅小捷徑啦。但係工作到自己依家已經快20年嘅時候，我會感慨話嗰陣時選專業嘅方向都好緊要，因為我讀咗藝術史，所以我相對於其他決定做藝術家或者決定做設計師嘅同學嚟講，我覺得我係相對可以平和啲去睇各種好奇怪嘅現象嘅嘢，都幾感恩我自己揀嘅呢個專業。呢期呢，就想問下 AS，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當年喺香港嘅高考嗰陣時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你依家都係唔係其實嗰陣時候呢，香港係有一個中學嘅會考啦，我哋叫做。跟住咧就大學另外續兩年預科，咁然後再考大學入學試嘅。咁咧就我嗰陣時候咧，其實我係讀理工啦，嗰陣時叫理工學院，唔係一間大學，所以咧佢就係淨係睇會考成績嘅啫，就唔需要考大學入學試嘅。咁因為當時香港得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大學學位奇缺，我記得。當時1974年啦，可以讀到有機會受到大專教育，即係話中學以上教育，包括大學啊、理工學院啊、教育學院啊嗰啲加埋咧，係適齡學生嘅2%。咁所以咧，絕大部分入理工學院嘅學生咧，都係考過2間大學，而種種原因入唔到去而嚟嘅。咁所以如果一般情況咧，淨係攞會考成績咧，根本入到嘅機會係非常低嘅。入到去其實你都好難跟，因為啲先生咧就會因為大部分人都讀過啦嘛，嗰啲嘢人哋讀過預科啊嘛，我哋有都未人讀過嗰啲，其實係好辛苦嘅。咁佢又唔會跟你重新教過嘅喎，咁佢所以要係特別辛苦去追。當時咧，我係冇考，我係讀緊預科，我係冇考大學嘅。咁因為招生唔需要你大學入學試資格噶嘛，咁人報我咪報咯。咁就報咗之後又入到去，咁就係咁咯。哇！咁嗰陣時升學率都係好低好低，2%啊都話，唔係淨係大學，大學一定冇添，連埋嗰啲教育學院啊，教育學院嗰時好多教育學院有好多人想做老師噶吓。咁樣。咁據我所知 AS 係依家係香港係香港理工大學測量專業嘅。咁喺嗰陣時係咩契機俾你促使你填呢個志願？係你屋企人有影響嗎？絕對唔係，講出嚟都好笑，因為你都知道咧，我都講過好多次咧，其實我係嚟自一個非常基層嘅家庭咧，我爸爸媽媽係冇咁方面嘅知識，亦都冇可能會教我。咁當然我亦好感謝佢哋喺咁困難都供到我哋幾兄弟姊妹讀書啦。咁但係呢方面嘅佢哋係唔可能幫到我嘅。咁點解我會報測量呢？其實嗰陣時我一無所知咩叫測量，我以為就係攞住個三角架通街度嗰啲嚟嘅啫。咁就唔知道原來係同房地產咁深關係。咁我報呢，原因就係因為當時嗰張表啊，填理工學院張表呢，佢有個例子嘅。第一志願呢，我記得呢就係呢個統計學；第二志願呢就係測量。咁我就照抄不倒轉。咁第一個志願就係測量，第二個志願就係統計。咁結果呢，就有機會面試，因為嗰一年啱啱好又係擴招，
咁點解要面試呢？因為大部分入到去嘅學生都係考過呢個大學文憑試合格，只不過入唔到兩間大學。咁當時個系主任咧見我，佢係英國人嚟嘅。後尾好多年我哋都仲係見面啦。而家我就唔知佢而家點啦，真係太耐啦，幾廿年。咁就佢就同我解釋，佢問我識唔識做乜，我唔知。咁反而佢好有耐性咁解釋俾我聽。原來呢個係做各式各樣同房地產有關嘅工作。最重要佢講一句話，呢份嘢好，呢樣嘢而家好容易揾工㗎咁因為我真係好想快啲畢業，快啲揾嘢做，咁咪讀咗咯。咁跟住咪，但係你都知啦，即係嗰個市又好啦，房地產跟住我畢業到而家，雖然有起有跌，但係整體係直至5年前都係好向上㗎嘛，咁咪揾到餐食咯。咁揾到啲都 OK 啦。咁所以你問我報志願，我就從來唔認為好重要嘅事嚟嘅，因為整定嘅有好多嘢。係有一個少少嘅叛逆添，要調轉寫。係咁，我問翻你嘅仔女啦，因為我知道佢哋都喺海外讀大學嘅。咁嗰陣時佢哋喺度選大學啊，或者係填方向嘅時候，你或者係小朋友嘅媽咪，佢哋有冇影響？我就冇啦，應該兩個都冇，因為佢哋好細個就響香港讀國際學校嘅，個仔就細到大都響英國嗰種英國細嗰度讀，咁個女係讀 IB 嘅，咁個仔就順理成章啦，咁跟住考英國嘅大學，入到英國一間唔錯嘅大學就讀商科，同埋佢係雙學位嘅電腦同埋商科，個女有趣啲。佢讀書叻嘅 IB， 佢後尾考到嘅科目應該可以足夠佢入去歐美好多一線嘅大學噶啦。咁因為佢由細到大都中意靚，中意時裝，所以佢自己咧就報咗英國一間比較有名嘅設計學院讀時裝，收佢俾咗我金添。咁但係咧，我咧同埋佢媽咪咧就覺得呢個時裝好似唔作為一個本科唔係好靠譜喎，將來揾到食㗎。嗱，呢個概念完全錯㗎嚇，但係當時我哋真係咁諗，咁咧就想話為佢好，就同佢傾，不如你去讀一個傳統啲嘅主流啲嘅科目嘅本科，總言之你畢業我哋再支持你讀一啲你中意讀嘅嘢啦。咁結果，但係當時已經截過咗所有大學嘅絕大部分大學嘅報名時間啦。咁就好彩咧，因為佢哥哥響佢間大學度讀得都可以，咁就通過佢哥哥又後補就入咗去，同埋佢哥哥間學校就讀商科。讀完之後咧，我哋就再支持佢去意大利讀時裝咁樣咯。因為上一期有一期我哋講教育嘅時候，你都有講到你嘅女女係由讀書嗰陣時揀嘅本科專業，到後尾係創業，依家創業。簡直就係一座跨專業嘅，聽起身。咁我就想問下，喺選擇呢個專業嘅方向上邊，係學校重要呢？定係專業重要呢？我覺得兩樣都唔夠個學生本身嘅志願同埋父母嘅支持重要。譬如以我女女為例咧，其實佢一直自己中意做時裝㗎，係我哋夾硬叫佢讀商科嘅啫嘛。究竟呢個決定係啱同錯，而家都唔知啊。係嘛？當然佢而家個女就好乖嘅，佢就我讀個商科，而家我自己出嚟創業，咁我對數字比較敏感啦，又可以又對少少人事管理都有啲認識啦。其實我知道佢哋如果佢讀時裝設計都有呢啲專業嘅，亦都有呢啲科目嘅，因為好多設計師都要做呢啲嘢噶嘛。咁究竟我哋係咪白嘥佢3年大學英國大學嘅時間呢？真係唔知。咁但係最重要就係最終佢都做翻佢自己中意嘅嘢，呢樣嘢我就好開心。但係佢有機會啫，但係如果其他嗰啲父母或者佢讀完之後唔再繼續讀自己中意嗰個項目，可能就個故事又唔同咗噶咯。所以我都係認為應該係以個學生本身嘅志願同埋父母多啲嘅了解理解嘅支持係重要嘅。咁我聽起身，你嘅女女對讀商科都係開心嘅，因為至少佢依家有成就都會同你分享啦，係咪？我諗呢個就唔係佢讀乜嘢令到佢有同我分享，反而我認為就係因為佢翻嚟打咗幾年工啦，係咪好多啲大牌子嗰度做買手啊，
諸如此類咁，跟住去打工，跟住自己創業啦，做自己嘅小牌子啦。冇幾耐咧就疫情嚟啦。咁疫情你都知道啦，乜各行各業都直情冇晒咁滯噶啦。咁當然佢有好大嘅挫敗感啦，係咪？咁但係每一次我當時呢幾年我都同佢傾過好多次，同佢講，其實佢明白我基本上幫唔到佢啲咩嘅。疫情冇晒客，我有咩可以做咧？個疫情整體令到個經濟差咗，我有咩可以做咧？但係當我同佢講，我會同佢講，而家呢啲咧係大圍嘅事。如你而家已經好彩啦，做到呢樣嘢，咁我係有啲乜嘢可以做？響唔好嘅時間，你可以做準備，有一日個市翻嚟嗰陣時，你可以重新玩過咧。譬如係咪可以設計多定一啲衫啊，揾多識多啲有關網絡嘅嘢，或者你嗰個供應鏈嘅嘢，咁第時個市好翻，咁咪再嚟過咯。其實呢啲咁嘅關懷咧，可能你淨係一個眼神啊，拍下佢膊頭啊，攬下佢啊，其實已經好幫到好大。其實好多時我同佢傾完之後，我真係覺得佢開心咗、鬆咗嘅。咁所以而家個市回復正常，咁佢突然間佢好多時打電話俾我，爹哋有個客去咗響 New York，話着咗我啲衫好開心，影晒啲相翻嚟俾我，又話我又受啲乜嘢比較嗰啲主流嘅傳媒嘅訪問，咁佢會打俾我。咁我知道佢係即係唔開心嗰陣時，我同佢分擔，起碼精神上開心嗰陣時，佢都想同我分享。我覺得呢樣嘢係作為父母對我嚟講，作為父親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一個好大嘅滿足。我突然間諗到一個詞係叫正向嘅回響，即係有輸出，然後咧又得到嘅反饋都好正向。其實所有正向回響，但係唔係所有事情都永遠都係正向嗰邊發展嘅。咁即係凡事有起落嗰陣時，我哋都要即係相互關心下咯，係咪？因為我今年啱好我自己外甥仔都要填高考志願，咁我嘅表姐夫啊表姐佢哋就會相對好緊張，喺度問我好多問題。咁事實上講真嘅，我係俾唔到咩真實嘅意見嘅。所以我會覺得點解我當年我自己可以填志願嘅，你唔可以俾你小朋友自己搞咩？我心入邊咁諗，但係我唔會講出嚟。但係我會覺得話，依家啲父母參與度真係好高，佢哋甚至係報嗰啲專門係填志願嘅培訓班去聽課，去睇點樣填志願。係啊，就係參與度太呢個我都明嘅，因為啱啱由你知香港有啲大學。我有啲朋友都幾熟㗎，咁有兩間我識嘅，有兩間大學，香港嘅大學嚟廣州招生。咁之後我都有機會見到佢哋一啲教授，同佢哋食飯傾偈。咁佢哋話俾我聽，嗰啲父母嚟嘅人裏邊，第一絕大部分係父母，唔係學生。第二咧，問題幾乎全部父母問，就好似父母讀書咁樣。我真係認為呢個無可厚非，父母關心係無可厚非。但係我哋過分嘅關心，會唔會造成一啲對啲學生造成壓力呢？對子女係咪一定好呢？呢樣嘢我諗大家要諗下咯。因為我認為做父母唔係做一個球隊嘅教練。如果球隊嘅教練呢，好簡單，贏波，仲要場場贏，嗰一季贏，係咪？做父母唔係咁嘅，我哋希望佢就係贏一個快樂嘅人生，而快樂嘅人生係無限咁多個球賽，無限咁多個事件組成，你點可能希望佢樣樣贏呢？所以我認為最好就鼓勵佢做到，俾鼓勵支持佢做到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好啦，有佢做得到，第一佢成功嘅機會一定大啲，因為佢中意嘛，佢咪可以行最後個，即係行俾人哋行遠啲都唔攰咯，成功嘅機會咪大啲咯。好啦。退後一萬步嚟講，種種原因唔係你努力就得噶啦。我講好多次，真係做唔到啦。咁佢都享受咗個過程啊，咁冇輸噶呢樣嘢，係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只要我哋可以令到啲細路做到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其實就贏咗快樂人生嘅一大半噶啦。做父母可能應該係要咁樣諗咧，會好啲。即係講到底，高考幾重要。
都只不過係人生嘅一小部分，係無謂俾佢哋太大嘅壓力。做父母如果可以做到仔女嘅避風港，即係話佢有挫折，而家可能學業啦，將來可能係事業啦，係感情，我哋可以俾到佢一啲精神上嘅支持，其實就好重要噶。佢哋響呢個避風港嗰度受咗挫折之後，翻避風港休整受照顧，到佢覺得準備好啦，咪拍下身上嘅灰塵，帶住微笑重新出發咯。我覺得父母係應該咁做。好多謝師。咁喺最後呢，想請你送一句話俾今年我哋面對高考嘅粵語區嘅年輕人。其實呢，我呢個普通話就非常普通，但係呢句說話應該係要俾晒所有嘅年輕人嘅。係，我覺得唐朝嘅詩人張九齡講過：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節。個意思即係話，其實萬事都有佢自己嘅規律，點解一定要強求人哋嘅認同呢？或者讚美呢？咁即係大家盡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個美好嘅結果，咪快樂嘅人生。多謝你哋師今期分享。多謝晒，多謝晒。